新竹的城隍庙特当伫中元节的前2天哦，旧历的7月13暗时，照例拢会派出城隍爷的大公主出巡，互沿路的孤魂野鬼有机会来伸冤，嘛提早甲外口的恶鬼收倒来。有上百的民众哦，手举火把，行伫市区，场面是真壮观。自晋封为灵公多上公爷，奉祭金光。向城隍爷报告煞，除了犯下2位将军以及城隍爷大公主，沿路民众大家手举火把，出发互孤魂野鬼伸冤。因为7月半城隍爷会出巡，因是提早出来替城隍爷清早路线。大公子出来替城隍爷呢，在7月15之前呢，走7月15我们奉子正路绕境的同样的路线呢，先出来巡一下，来看看这个放出来的就放假的好兄弟，看大家有没有吃好，有没有大家好不好？新竹城隍庙今年除了旧历7月13夜巡以外，另外还有一项传统文化家家活动。民众身躯顶挂的是代表罪过的纸锁，诚心祈求城隍爷的赦免。学者指出，民众用家家方式，除了有替忏悔的意思，还有提起家己唔通搁再犯的意思。夯家解厄的这种习俗，其实它就是借由这种一种苦行或一种虔诚的这种承认忏悔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涤化你的一些洗清你的这个罪恶。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心理上了，或者说可以提醒你自己该怎么样导正，然后让你自己的身心灵更能够纯化，至少在做错这个求这个身体保健或者求厄运的这个去除方面，透过神明或者是神灵的力量，能够帮你解除这些罪愆。旧历7月，中原普渡除了拜好兄弟，在民间信仰内底嘛有袂少风俗甲禁忌。学者表示，不管什么形式，拢是爱大家感恩、忏悔、讲好话、做好代，因为有好心、好运就会家己来。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